聆聽練習，請圈出與圖畫相配的詞語。小朋友，你哋見唔見到呢度有3條題目？每一條題目都有一幅圖畫同埋2個詞語㗎。我哋一齊留心聆聽，同埋細心觀察圖片內容，圈返適當嘅詞語啦。第一條題目，瓶子，瓶子。請你哋圈出瓶子呢個詞語。第二條題目，餐具，餐具。請你哋圈出餐具呢個詞語。第三條題目，環保袋，環保袋。請你哋圈出環保袋呢個詞語。小朋友都做得好好啊！呢一部分嘅聆聽練習已經完成啦，請你哋繼續做埋餘下嘅練習啦。